个民间无人机的团队，嘛来规划着一场的义演，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。到咧森林虎尾无人机的考场，350台无人机伫咧夜空摆做超人、十字、甲爱心等等各种的形，最后阁摆出着英文字。你是我的英雄，甲台湾加油，就是要甲医护人员来加油鼓励。 350台防疫机伫咧半暝啊摆出一身防疫超人，足卡哇伊的。队形正做代表医护的十字，随后佫变做爱心。 摆出你是我的英雄的英文字，随后佫变一支手比爱心的形，为了出现天顶写台湾加油。这是专业防疫机团队伫咧森林虎尾考场替医护人员加油的表演。医疗人员确实站在第一线很辛苦，做一些表象来为我们的医疗人员致敬。从决定这件事情到执行完毕，大概10天吧。团队讲，为了让350台空袭机顺利演出，用真济天的时间写程式，让无人机顺利飞行。影片传去网络，有人讲，我是护理师，年卡头一天会知影看到影片，心内真感动。除了精彩表演，我林灯会冒用医护人员正做主题会场。主席所率领的团队。 规身躯穿防护衫，医护人员徛伫2只金牛头前，写防疫共心，无转疫情。展览会场的朋友讲，防疫花草会场是代表医护人员伫咧新的一年，共款的徛伫咧上头前来守护台湾。